去年10月爆發嘅免費電視牌照風波，轉眼就過咗4個月。但係香港嘅免費電視市場，隨住呢2間持牌廣播機構嘅牌照喺明年11月底屆滿，就再次成為公眾焦點。通訊事務管理局喺2月17日晚喺中環大會堂舉行公聽會，就亞洲電視同埋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嘅免費廣播牌照延續，收集公眾意見。自從前廣播事務管理局喺2009年就2間持牌廣播機構舉行中期牌照檢討公聽會之後，2間免費電視台嘅節目水平不但持續受到公眾人士批評，期間仲有新嘅事件引發社會廣泛迴響。唔少市民就選擇喺今晚嘅公聽會將積壓多時嘅不滿一次過爆發出嚟。續牌嘅條件咧，就係2個電視台咧需要撥翻一部分嘅頻道出嚟俾毛維基先生嘅香港電視嘅。係啊，因為事實上咧，我作為一個觀眾咧，我就希望多啲選擇嘅，同埋我絕對相信，就算毛維基先生個香港電視作為一個免費電視咧，2個電視台一定係可以繼續賺錢嘅。而家個亞洲電視根本就係話將公器私用，將佢係一個宣傳嘅宣傳自己幾件立場嘅平台。而咁樣做嘅話，其實係已經係違反咗一個廣播條例啦。其實如果係咁樣嘅話，俾呢啲嘅頻道再去到霸佔公共頻譜係有咩作用呢？所以我建議係唔應該再續牌俾亞洲電視嘅。你哋打壓呢個蘋果一週刊一傳媒。你點樣交代啊？正話我睇你嗰個短片，好似話嗰種咩新聞自由，我唔知如果人哋嗰個機構知道你喺度選擇性發放呢啲消息，會唔會再俾你攞呢個獎呢？除咗新聞資訊節目受到批評之外，連劇集都一樣令觀眾相當不滿。無線啊，仲衰多兩層重，有名你叫 CCTVB 播埋啲劇。來來去去都係咁鬼腦殘，用來用去條橋。琴日我唔覺意，我食緊飯嘅時候撳咗過去睇見，跟住連我阿媽都可以做得編劇咁滯。大佬，你啲劇啊，可唔可以唔好咁爛？次次都係嗰條橋。着住高踭鞋去捉賊，哇！睇到我眼火爆啊！你應該要開放大氣電波，俾阿黃維基。睇下警戒線，唔好話我幾廿歲咧教你啊！我都未見過一啲警察着住高踭鞋去捉賊嘅喎，過嚟咁樣不大止喎，揸嚟揸去揸佢唔死嘅。哇！你想問下現場啲警察係咪有啲咁嘅警察㗎？如果係就死得人多啦！要喺一晚之間將過去多年嘅不滿全部爆發出嚟，難免有啲罄竹難書。不過你哋有你哋批鬥，佢哋就有佢哋護航。安達文死咗，呢啲咧係誤會，呢啲係誤會嚟嘅。無線賺錢，捐咗60億出嚟，亞視唔賺錢，係一個慈善事業，為我哋免費提供2個。而家嘅電視台最好睇嘅就係亞洲嘅 ATV。係一個打狗當幫嚇，仲有一樣嘢嘅就係話咧，佢係一個真真正正嘅良心電台。就算係有一次佢都冇蘋果日報咁賤啦，日日製造新聞，啱唔啱啊？咁所以變咗咧。良心嘅電視台就係亞洲電視台。全晚鬧得最激嘅，莫過於佢。如果鬧亞視咧，冇人比我更清楚，因為我10年前就係服務亞視嘅 ，OK？ 我亦都係曾經不下1次、2次、3次係鬧過亞視嘅 ，OK？ 而亞洲電視亦都係曾經發過律師信，打壓我嘅言論自由嘅。嗰次我記得我都
日再講多次，亞洲電視播乜嘢俾人睇？亞洲電視邀請中國人壽嗰啲董事長參觀佢嘅亞視廠房，然之後拍成一個節目，播俾香港電視嘅觀眾睇，關我哋香港人咩事？你自己要擦大陸有鞋，關香港人乜嘢事？而家我同你講啊，劉瀾昌我同你講，仲有搶佢嘅鄺海瑩，第2號亞視高層嚟嘅冚唪唥，呢啲都係我而家同你哋講。我話你哋啲節目係垃圾，邀請中人壽嘅董事長參觀廠房播俾啲觀眾睇係垃圾中嘅垃圾。你出律師信告我今日仲留住封律師信喺度。香港良心良乜差嘢心啊你係冚住香港嘅良心。喺在場嘅人士唔好騷擾下面嘅人士啦。騷擾我坐低，坐低啊你垃圾。冇節目播嘅電視台，一個冇收入嘅電視台，一個每年要蝕2億嘅電視台，點解政府仲要續牌俾佢？每年要問黃晶借2億先可以出糧俾啲員工嘅電視台，佢憑乜嘢要你哋政府繼續發牌俾佢？嗰陣時難啊，黃維基又話佢咩經濟咩財政啊，咩唔嚟明朗啊，成啊咁。如果黃維基冇得做電視，亞視死10次都唔夠，係咪啊？亞視亦都係開創咗先河，開一個節目收到4萬宗投訴，係多過觀眾嘅。如果觀眾冇睇過咧，就係投訴嘅，呢個係非理性嘅投訴嘅。大家自己唔該用腦諗下，唔該你哋真係用腦自己諗一諗。我痛心嘅，即係話我做咗咁多年記者入邊，我見到今日咁非理性嘅行為。所以唔該各位，唔好淨係話咩亞視執笠啊、亞視嘅嘢，唔該你哋真係用腦自己再諗下啦。唔該你真係拿出你哋嘅道理啦。如果繼續有啲咁偏歪言語，人哋聽嘅時候即係用群情洶湧咁控人去曬嘅話，喂，呢個係咩年代啊？呢個香港仲係咁啊？今晚聽咗好多唔同嘅意見，我哋通訊管理局對於呢個續牌嘅事件，我哋從來冇低估嗰個爭議性。喺今晚呢場公聽會，其實可以睇到嘅咧，就係大家對於呢個續牌嘅事件嗰個意見係可以表達得好強烈。大家我估從一個好嘅方面去諗，就係大家都好緊，好關心香港呢個電視台發展，電視嘅質素，電視係咪可以符合到公眾嘅期望嘅要求？所有呢啲嘢，我哋都會係喺我哋嘅續牌呢一件事裏面，我哋會詳細去考慮。通訊事務管理局會喺下個月再舉辦多2場公聽會，收集公眾意見，之後會將收集到嘅意見整理，向行政長官同埋行政會議報告。諮詢期會喺4月3號結束。獨立新聞傳訊記者盧子揚報導。